好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 MC 技巧，就係我哋直線圖像判別題咧，就係我哋嘅屈點法㗎啦。咁喺呢個課題就大家中四嘅上學期會面對一個課題叫直線方程 （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） 啦。咁啊近乎 DSE 每年都一定會出呢啲咧，我哋叫做圖像判斷題目啦。咁有3個 option 俾你啦。咁啊近乎命中率都係低過50%，甚至乎大家見到咧得22% 嘅命中率嘅啫。點解咧？因為普遍教科書或者你老師會教你咧，就係將啲直線會變翻做 y 等於 mx 加 c， 即係我哋嘅 slope intercept， 我哋嘅斜折式啦。之後就比較翻啲 slope 啊、y-intercept 啊，甚至乎係 x-intercept 嘅大細正負，去判斷翻咧就係嗰啲 unknown 嘅正負或者大細。但係好多時都試過一樣嘢，就係我哋不等式嘅運算 inequality 當中嘅乘除負數符號倒轉嘅 concept 係極多學生會做錯，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就係完全避開呢一啲嘅 concept， 我哋屈點嘅做法就係輕鬆處理㗎啦。好，首先嗰個技巧啫，就係你要屈嗰條直線嘅 y-intercept 同埋個 x-intercept， 中間叫 y 折佢同 x 折佢，唔好屈錯啊！真係望望 DSE 2022年嘅 MC 第24條47% 命中率，佢就直線就俾我哋叫 mx 加 my 等於3，就俾下你邊個正確考試即刻同我屈呢點同呢點。OK 嘛？咁但係個 Form 3都學過㗎啦，咩叫 xy intercept？ For example， 大家見到佢咧係細過1㗎嘛，咁所以我哋要作咩咧？我哋作 0.8。咁但係如果寫翻個坐標咧，就係0.8。呢個就我哋嘅 y intercept， 咁即係佢 x 坐標係0。好啦，到 x intercept 啦，但係記住喎，大家咧 Form 1學過喎，我哋係細過負1喎，咁所以我哋譬如作負2，咁就叫負20。然後你做嘅好簡單嘅咋，就係將呢兩點分別代翻落去個 xy 位度，計翻個 m 同 n， 跟住分別代啊，真係好搞笑嘅，就係代 x 做負2，同一時間代個 y 做 0.8， 咁就搞錯咗㗎啦。好，我哋試下代第一點先，咁就會係負2個 m 加，咁啊 y 係0，零成乜都係0，咁所以個 m 就係3除負2，即係負 1.5。OK 嘛，咁盡量寫小數，容易啲去比較大細，然後將個0同 0.8 代落去，咁即係0加 0.8個 n。等於3，咁啊撳機自己撳啦，3除 0.8 咧出到咧會係 3.75。咁其實做完㗎啦條數，負 1.5 細過0，所以 option 1中；3.75 大過3，所以 option 2中。M 加 N 呢兩個加埋點睇都唔係0啦，所以答案做完㗎啦，就我哋嘅 A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好輕鬆咧，1分鐘內就做到係100% 冇可能做錯。就係你記住屈我哋嘅 x intercept 同埋我哋嘅 y intercept， 但係 DSE 未必淨係出一條線。當然2019年、2013年、2022年呢幾年都係出一條直線，咁所以基本上見到咧係好輕鬆就做到。咁但係咧難度高少少啦。2018年嘅 Paper 2第6條22% 命中率，就係有兩條嘅 straight line， 一條係 L1， 一條 L2。首先 L1 嗰條咧，橙色呢一條咧，就我哋叫做 3x 加 ay 等於 b， 考試有冇睇錯啊？然後綠色呢一條咧，就我哋嗰個叫 cx 加 y 等於 d。好啦，用翻頭先教你嘅屈點法，我哋睇下橙色先。咁橙色嘅説話咧就係呢度同呢度，咁所以呢度我當咧就係0逗號2，呢度咧就係當我哋嘅負1逗號0。跟住我哋屈點，你一定要啱咩咧？啱正負，啱大細，即係呢度係正數，呢度係正數。呢度係負數，呢度係負數，同埋大細都要啱，同埋盡量唔好屈嗰啲咩3嗰啲。點解咧？因為做除數，如果你除個3嘅數話咧，佢會好大機會啦，佢會變成循環小數 recurring decimal， 咁就比較難用小數去寫，你就用分數去寫，所以盡量習慣叻嗰啲咩2啊、1啊、4啊、5啊嗰啲啦。好，咁啊事不宜遲㗎啦，首先將呢兩點代落去。阿 Sir， 咁你話代邊點先嘅咧？其實就冇嘅，不過如果你聰明，你會知道咧，而家你有 A 有 B。咁計邊個先咧？就記住啦，一條式兩個未知數計唔到，咁所以我哋會盡量想整走其中一個。你望到個 A 咧，其實係黐住阿 Y 仔噶嘛，咁所以你可以整走阿 A 先。所以聰明嘅學生，你會代呢點先。但萬一你真係代呢點先咧，其實你會發覺你計唔到噶嘛，咁你咪代呢點先咯。咁所以嚟㗎啦，3乘負1即係負3，加0等於 B， 所以 B 就係負3，冇難度嘅。然後就將02代落去，咁即係話0加2A 等於負3，所以 A 咧就係負3除以負 1.5。你記到 A、B 㗎啦，接下嚟到綠色啦。綠色嘅數學記住啦，呢個我哋要代負20，咁呢度咧咪代01咯。咁你代翻落，今日咧見到㗎啦，反而今日係個 C 黐住個 X， 所以我哋要代呢點先。咁所以我就為0加1等於 D， 所以 D 就係1。之後將負20代落去，負2C 加0等於1啦，所以 C 就係負0.5啦。咁你考試小心啲係咪啊？計啱啲，加減乘除就唔會錯㗎啦。咁而家你望一望啲 option 啦，即係你望住 B 係負3。負 1.5 ，D 係1 ，C 係負0.5，基本上做完㗎啦。A 乘 C，OK 嘛？就我哋嘅負 1.5 乘負0.5啊。咁負 1.5 乘負0.5咧，你會出到咧就我哋嗰個叫做0.75啊。咁所以佢會細過3啦。A 乘 D，負 1.5 乘1，咁即係負1.5。
-1同-3 Form 1都知啦，-1咪大啲噶嘛，負得少啲啊嘛，所以 option 2錯咗啦。好啦，咁 option 3啦 ，B 乘 C。-3乘-0.5咧就係正1.5嚟嘅，3乘1即係3，咁1.5細過3咧當然係啱嘅，所以答案做完㗎啦，就係我哋嘅 D 度。你見到其實絕對冇難度，咁但係希望大家咧即刻攞翻啲 DSE 題目出嚟咧去嘗試呢個技巧。不過2023、2024都冇出現，咁所以2025年咧都可能會有較大機會啦，會喺 MC 會見到。希望大家咧即刻學翻識呢個我哋嘅屈點法嘅呢個 skill 㗎啦。呢條片去到呢一度。